把胡子剪了吧，小侯爷吩咐好几遍了，剪了吧，也不好看啊，剪了吧。二娘子，二娘子，你看此人，身形壮硕，肌肉虬髯，眼神慵懒，毫无惧意。此人来者不善呀！你在这儿站住了啊，看我的！你干嘛去？我叫人家呀。先问是何人？我反正不去，要问你问去啊。哎，你，过来过来。他，你就是你。我。好汉，好汉，好汉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这是王修家吗？这是侯府。不是王修家，告辞。哎，好汉，是，这是王小侯爷家。那一会儿王，一会儿修的，去把王修叫出来。您找我们小侯爷有什么事儿？你是王修吗？我不是啊。那我跟你废什么屁话？去，叫出来。哎，哎，得了，我这就去叫。钱叔，哎呀，你这又怎么了啊？钱叔，哎，外面有个人来找小侯爷。姓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有什么事儿找小侯爷呀？还是不知道。那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让旺财站在门口，他也知道汪汪两声啊。钱叔，我这不是回来汪汪了吗？好，再问啊，有事的请进来，找事的给我打出去。咱侯府啊，也不是你说来他就能来的。钱叔，外边那个是个高人。高人？行，领我去看看。不错。您再看这个，有，这个更不错。坏了，钱叔，您看见没？把二娘子都给拿下了。这位壮士，不知来我侯府有何贵干呢？你是王修？哦，失礼了，我是侯府的管家。不是王修出来干嘛？叫王修来。恐怕您若不如实禀明来意，老夫恕难从命啊。婆妈妈，我是来领赏的。小侯爷，报告小侯爷，咱们家前院来了个高人。什么高人啊？听栓子说，就连二娘子都把宝剑交出来了。什么？他干嘛打二娘子啊？他跟咱们家有什么恩怨吗？仇倒是没有，反而是来领赏的。哎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扔这儿吧。高人，真高！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瞧这眼神，你瞧这动作。听说刚才在门口，他说二娘子吐了一口气，二娘子就嗷嗷吐血，受内伤了。你说？哎呦，小侯爷啊？哦，这就是那高人。回小侯爷，据高人说呀，他有棉花去籽儿的方法。哎，你好，高人。你谁呀？在下王修，王子豪。拿钱来。这是，我还以为是抢钱的呢。好，高人呐，我那个门口既然贴了告示，你就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食言。但是，这口说无凭嘛，是吧？您看你是不是也歇了虎子，掀门帘儿露那么一小手给大伙看看？对啊。好，有人卖嘴，有人卖艺，有人卖力，老子今天就卖的是本事。瞧好吧你！您这是找什么呢？铁锤、木锤也行。
再带个石板。哦，快拿铁锤，拿铁锤，快！这个不一般啊，真是高。曲子用铁锤，听都没听说过。你去看吧，听说这功夫要练到极致，能够举重若轻，估计他今儿个非得把咱侯府给震了不可。咱放心。好了，拿钱吧。拿钱来。不是拿什么钱啊？托子儿的钱呢？这是大哥，我没太看懂你这个是什么招数呢？这行不行啊？看着啊。大哥，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？老子是个铁匠，要抡铁锤那是没问题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这谁？给我打出去！打！栓子，你注意安全！我这么简单的一分析，这些人像会给棉花托子儿吗？你们会托子儿吗？万贯居酒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，你看，你别抓我！哎，哎，哥哥，这人也不行啊，不行，呀，一看就是骗，得让廖元角踢他小鸡心20下。哼！怎么了？不让进呢？你之前来过，大爷有新方法了。什么方法？行了，那个留下几个人，其余的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我说留下几个人，不是留我一个人。这二娘子怎么教育的？什么呀？这一个个都吃了没够，够了没吃的，这什么呀？谁？是我。哦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莫非二娘子，我终于要做出选择了。大来，今天你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正我也把你怎么样不了。你说
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是，你天天跟这一堆棉花较什么劲啊？我这不是想靠它赎身吗？赎身？小侯爷不是悬赏脱棉子的方法，我要是找到了，不就有钱可以赎身了？不是，侯府上上下下有吃有喝的，而且大家对你也不错，你赎哪门子身啊？可这毕竟不是我家。哦，也是啊。来，我帮你。好。诶，找着了？没有，总比干看着强。大来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来，跟我来。哎，栓子哥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大来，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？然后呢？真的挺好的，你和二娘子都对我特别好。那我跟二娘子谁对你更好？一样好。没有一样，我跟二娘子谁对你更好？真的是一样好。那我还给你馒头呢。可是那是你从二娘子的碗里抢来的馒头。那还像这样聊天呢？咱俩？那倒是。二娘子不太爱跟人说话。你看看，还是我对你最好，对不对？谢谢栓子哥。甭客气，既然我对你最好，那你觉得咱俩在一起会怎么样呢？你不用想那么纠结吧。俗话说得好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要疯了。我愿意死在你这朵牡丹花下。栓子哥，我还去研究棉花吧，争取早日赎身。那我就死在棉花丛中。这几天啊，棉花倒是收上来了，可是这个脱籽的进度实在是太慢。这不，昨天那曹大人又派人来催了。他想补侍郎的缺，就拼命的催夫君，凭什么？有本事自己过来摘啊！哎呀，夫人呐，你习惯习惯就好了。这官场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啊，我也尽量与这些官员拉开距离，跟他们没瓜葛最好了。可是我身在这大唐，想要我们家门庭兴旺，你怎么办呢？也避不开他们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，夫君？只能加大赏赐，对外许诺，如果有人能解决这个脱籽的问题，那我们全府上的棉花都交给此人管理。夫君，赏得太重了吧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达来，你干嘛呢？没事儿，研究研究棉花。你也惦记着棉花大总管的位置呀？达来可不奢求这位子，只是想着有了这笔赏赐，也许就可以赎身了。赎身？当初你得罪了兰陵公主，咱们家侯爷和夫人为了救你，可是跟你签的终身契约。赎身这种事情你就不用想了吧？哦，况且咱们侯府不愁你吃，不愁你穿的，外边有多少人想找这样的差事还找不着呢？你呀，就在这儿安安稳稳的干活吧。哎，那边磨坊没人看了，你去看着。哎呀，达来，你就别研究了，这外边有多少高人都研究不出来，还能让你一个下人给研究出来的？去吧，快去。哎，去。
想行不通怎么办？我相信你。我现在只是侯府的奴婢身份，从小又不熟悉田里的活，再加上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，很少有人跟我说这样的。二娘子，虽然你很少跟我说话，但是我发现你跟我说的每句话都字字珠玑。对，相信自己。这种感觉怎么他妈似曾相识？嘛呢？有事吗？你以后少张嘴行不行？我觉得你说话5个字挺好的。你胡子怎么还不刮呢？小侯爷，啊，有事吗？哎，闪远点，别打着呢。小侯爷，我就想问问，如果我找到那个脱棉子的方法，那赏赐对我还有效吗？有效啊，对外人都有效，对咱们家人更有效了。咱们家人怎么了？你不是咱们家人吗？说吧，你有什么方法？哎呀，不行吧？我也就是随便那么一说。赶出去！小侯爷，把这个道士赶出去！碍眼！快赶出去！哎，好，从今以后，再来领赏的，不让他们进了，因为达来已经找到去籽儿的方法了啊！达来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侯府管棉花的大总管了，而且赏赐1分不少。一会儿你就跟着胡先生去那边领去啊！小侯爷，你说来咱们家这么久了，一直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啊，说吧，准备怎么花？还没想好。慢慢想吧。好方法呀，好方法。哎呀，真好啊，姚侯爷，你这看得懂吗？你我看不懂。终于可以休息去了。二娘子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清。啊，这是我放在这儿的。别闻了，这是女人家的事物。给。谢谢。等等，二娘子，我觉得算了。等等，你觉得我可以相信你吗？直说无妨。我打算离开侯府了。为什么？我在侯府只是个奴婢，现在有了赎身的机会。不对。我想回家了，因为这里毕竟不是我的家。哪里有家人，哪里就是你的家。你想离开，其实另有原因。我的离开可能对侯府所有人都好，就当做我跟侯府没有缘分吧。缘来天注定，缘去人自省。种如是因，收如是果，一切有心造。种如是因，收如是果，一切由心造。一切啊，二娘子，我不懂。一念愚，即般若觉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去领悟。二娘子，你刚才说哪里有家人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对。那你算是我的家人吗？要是我离开了怎么办？哎，你倒是说2句话呀！
佛曰：不可说。哎，老四，你看，棉花工坊的选址就在这儿了，啊，然后你尽快联系人去制造机器，咱们以最短的时间开工啊！要。哎，知道了，已经让工匠连夜打造了。不过姐夫，你说这小丫头的方法能行吗？能行，这个你放心。达来这个小丫头，这次这个办法还真是个好办法。你看，它这个原理跟面条机相似，但就是多了2块木牌而已。但就是这2块木牌，就让效率高了不少啊！能让原来7、8个人干的活儿，现在2、3个人就完成了。哦，面条机。是啥？面条机就是面粉扔进去，面条吐出来，面粉再扔进去，面条又吐出来。再不懂就别吃面条。那不行。好。哎，大家一会儿搬完了，留下2个人来收拾，其他人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又是这样，什么情况？还栓子哥好，就你留下了。没事，我爱干活。他来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问吧。上次你说棉花偷子儿，然后得到了那笔钱以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到底哪里是我的家，到底什么才是身边的人。我本来还打算烧交了图纸，拿了赏赐就可以赎身，结果小侯爷跟我说，我们是自己人。这到嘴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不出口。其实我给你分析分析，这是因为他其实小侯爷平时挺少跟我说话的，但是他字字珠玑，我都有点舍不得离开侯府了。哎，栓子，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事，干活吧。属下怕完成不了任务，反而暴露了自己。达总管，是不是在王修家过得有滋有味，就真拿自己当了大唐人？属下不敢。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能给你送到这大唐，也能让你在这大唐从此消失。你说王修是不是把咱害死了？是啊，你说他王修也算是堂堂七尺男儿吧？对呀，我连反都不敢造。是啊，有意思没意思？没意思啊！这人太没意思了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